每個靈魂轉世呢，都係會攜帶住累世累積嘅能量。以地球嘅經驗為例啦，如果一個靈魂喺過往嘅人生經驗裏邊經歷過好多嘅紛爭、痛苦啦，或者高強度嘅消耗，或者呢，佢本身係為咗停止再製造新嘅業力，呢啲靈魂呢，就可能會選擇投身到去一個呢最被動、最簡單，需要依賴人哋照顧嘅身體啦，僅僅以存在嘅模式去生活，度過呢段時間。呢啲靈魂可能受肉身嘅限制，但係其實佢個靈魂呢，其實處於一個深度嘅休息同埋淨化之中，咁就唔會受到世俗嘅煩惱嘅干擾啦。而家嘅科學呢，只係測量到我哋物質身體所出現嘅狀態，仲未測量到我哋嘅靈魂嘅意識。其實我哋身體呢，就等同於靈魂嘅接收器，我哋嘅意識嘅接收器。咁如果當你身體出現咗問題咯，意識呢，就當然冇辦法透過你嘅肉體去表達。不過要明白到，即使有一啲人睇嚟呢係出現智力障礙啦，或者係身體運行得唔係咁暢順啦，我哋嘅靈魂意識呢，依然係充滿住智慧。